睇房時間，今次我選擇入住中型房間，因為中型房間同基本房間嘅價錢其實差唔多。官方報中型房間面積為24平方左右，房間設計係主題酒店風格，空間感非常充足。雙人床係 Queen size 雙人床，非常舒適。床頭位置設有充電插位，電視係普通數碼電視，但係可以直接投射手機畫面，亦都有 HDMI 插位。浴室空間同樣充足，可惜不設浴缸。老實講，房間整體都比我想象中好太多，而且感受到主題酒店裝修有花心思，整體評價非常唔錯。